周星馳執導嘅《功夫女足》喺2026年7月正式上映，短短幾日內票房已經強勢突破20億人民幣大關，以雷霆萬鈞之勢震撼成個華語電影圈。但係呢個令人咋舌嘅驕人成績背後，隱藏住一個極之罕見而且值得深究嘅口碑倒掛現象。電影喺代表資深影迷同專業影評人嘅豆瓣平台僅攞到6.5分嘅合格邊緣分數，但係喺代表普羅大眾真實購票意向嘅貓眼購票平台，分數就高達驚人嘅9.4分。專業影評人毫不留情咁狠批電影敘事框架高度套路化，完全搬字過紙，複製當年少林足球嘅落魄教練加草根球隊逆襲方程式。佢哋指出，前半段文戲鋪排極度冗長生硬，一班核心角色嘅行為動機交代得非常模糊，令到對劇本邏輯有嚴格要求嘅觀眾根本難以投入。既然《功夫女足》喺劇本結構同拍攝質素上客觀地明顯不及周星馳以往嘅經典神作，究竟點解電影票房依然可以勢如破竹，成功吸納數以千萬計嘅龐大觀眾群，甚至成為今年暑期檔唯一嘅救市奇蹟？影評界對呢部電影嘅猛烈抨擊，絕對有堅實嘅客觀理據支持。當中最致命嘅缺點，就係電影徹底失去咗周氏喜劇獨有嘅演出節奏同靈魂。觀眾買飛入場最期待睇到嘅正宗無厘頭喜劇風格，喺缺乏周星馳親自落場演出示範嘅情況下，一班新晉年輕演員表現得極之吃力同尷尬。佢哋嘅演繹方式過於流於表面，往往只係過度用力去擠眉弄眼，完全掌握唔到嗰種冷面笑匠必備嘅高級鬆弛感同荒謬感，導致大量喜劇場面變成刻意堆砌嘅低級鬧劇。電影入面將中國功夫同現代足球結合嘅視覺呈現手法，亦都無所遁形咁暴露出嚴重嘅技術同資金缺陷。後期製作嘅電腦特效同真實嘅球場環境完全割裂，球員凌空抽射時嘅綠幕合成痕跡非常明顯，物理碰撞效果極度失真，完全缺乏當年少林足球嗰種拳拳到肉嘅真實震撼力。呢啲技術層面同劇本邏輯上嘅客觀硬傷，確實令到對電影藝術有極高要求嘅觀眾大失所望，直接拖垮咗電影喺專業圈子入面嘅整體評價。雖然電影喺專業影評圈嘅評分徹底跌落谷底，但係貓眼購票平台高達9.4分嘅真實過濾數據，清楚揭示咗中國電影市場已經分裂出兩套完全對立嘅觀影標準。買飛入場嘅普通大眾根本唔在乎電影語言是否高級，亦完全唔關心劇本沙漠結構有冇原創性創新。佢哋要求嘅只係最直接嘅視覺刺激同高強度嘅情緒釋放。功夫女足嘅笑位設計非常直白通俗，完全冇任何歷史背景或者文化理解上嘅觀影門檻，成功令到戲院入面嘅爆笑聲此起彼落，連幾歲大嘅小朋友都可以由頭笑到落尾。比賽場上嗰啲誇張離地嘅絕招同熱血逆襲橋段，準確無誤咁擊中咗普羅大眾對於週末合家歡娛樂嘅核心需求。現代都市人面對極大嘅職場同生活壓力，入戲院睇戲早就已經由藝術欣賞降級，變成一種純粹嘅麻醉式減壓消費。觀眾只需要一部完全唔使動腦筋嘅爆米花作品，電影發行商準確捕捉呢種大眾逃避現實嘅心理，最終成功將龐大嘅民意轉化成實實在在嘅真金白銀。電影能夠喺首日強勢斬獲超過2億6千萬人民幣嘅開畫票房，背後唯一嘅核心驅動力就係周星馳呢3個字嘅超級品牌效應。呢個招牌經過幾十年嘅歲月洗禮，代表住華語電影圈最無可取代、最具統治力嘅國民級票房基礎盤。過去30幾年以嚟，周星馳無數嘅經典喜劇作品陪伴住幾代華人成長，喺無數觀眾心目中累積咗龐大嘅青春、情感、記憶同牢不可破嘅品牌信任度。大批中年觀眾入場根本唔係為咗睇一套完美無瑕嘅當代藝術電影，而係為咗還一張欠咗星爺好多年嘅童年戲飛，展現出極之強烈而且不問回報嘅情懷。買單意願，電影入面刻意安插咗大量致敬以往神作嘅隱藏彩蛋同經典配樂，精準捕捉並且放大老粉絲嘅懷舊心理。呢種跨越世代嘅強烈情感共鳴，令到電影喺點映宣傳初期已經擁有極高嘅網絡討論熱度，直接轉化為開畫首日嘅爆發性搶票行動，完全無視一切來自專業影評人嘅嚴厲負面評價。
票房數據嘅全國地理分佈圖更加深刻咁揭示咗中國電影市場消費結構嘅根本性改變。功夫女足嘅票房增長核心引擎已經由傳統具備高消費力嘅一二線大城市，全面而且徹底咁轉移去三四線甚至更基層嘅下沉市場。呢批基層鄉鎮觀眾對於周星馳標籤嘅情懷濃度，遠遠超越嗰班日日追求新鮮感同藝術突破嘅大城市中產影迷。下沉市場嘅觀眾群極之抗拒複雜、燒腦、節奏緩慢或者說教意味濃厚嘅嚴肅文藝作品。佢哋嘅消費決策高度依賴電影導演嘅國民知名度同最直接了當嘅喜劇娛樂性。周星馳加上功夫喜劇呢個經歷過時間驗證嘅黃金組合，絕對係三四線城市院線經理眼中穩賺不賠嘅超級搖錢樹。佢哋毫不猶豫咁將絕大部分嘅黃金時段排片量同最大嘅影廳傾斜比。呢部電影令到基層觀眾無論去到邊一間戲院，都幾乎只有呢個唯一嘅購票選擇。呢種近乎壟斷式嘅排片策略，從物理層面上強行鎖死咗龐大嘅票房收益。電影上映嘅時機選擇，亦都展現出幕後發行團隊極之精密嘅大數據市場計算。2026年嘅暑期檔初期，整個內地電影大盤表現相對低迷不振，多部寄予厚望嘅荷里活大片接連滑鐵盧。市場上極度缺乏一套能夠凝聚全家人一齊入場嘅重量級華語大片。功夫女足正正睇準咗呢個幾年難得一遇嘅檔期真空，憑住功夫、足球同喜劇嘅無敵鐵三角組合，完美適配全年齡段觀眾嘅消化能力。暑假期間，大量學生放假，帶動咗以家庭為單位嘅群體觀影熱潮。一部電影可以同時滿足小朋友睇特技、年輕人睇搞笑、長輩睇情懷嘅多重願望，大幅度降低咗家庭成員之間選擇電影嘅摩擦成本。喺大環境完全缺乏強而有力競爭對手嘅利好因素之下，電影順理成章擔當起暑期檔唯一救市嘅角色。各間陷入經營困難嘅戲院，為咗追跑跌咗大半個月嘅營業額指標，瘋狂加開午夜場同早場，直接將單日總票房重新拉上歷史高位，造就咗呢個無法複製嘅商業奇蹟。除咗極度精準嘅市場檔期定位，電影喺主題意識上嘅大膽突破，亦都成功開拓咗全新嘅女性觀眾客群。影片詳細講述一班草根女足球員點樣喺絕境中抱團、追夢同擊敗強敵，徹底打破咗傳統體育電影往往只能夠聚焦男性熱血奮鬥嘅固有性別框架。電影最成功而且最引起共鳴嘅地方，在於劇本徹底摒棄咗傳統女性題材，入面往往需要依賴強勢男性拯救嘅老套敘事。呢班女足隊員喺面對資源極度匱乏同外界冷嘲熱諷嘅時候，完全依靠女性之間嘅互相扶持同自身嘅堅韌意志去克服難關。呢種展現女性獨立自主、不屈不撓嘅力量美學，準確無誤咁擊中咗當下互聯網社會最熱門嘅性別平權議題。大量年輕女性觀眾因為高度認同呢份自強不息嘅進步價值觀，主動買飛入場，並且喺社交平台瘋狂洗版支持，令到一部原本偏向男性喜好嘅體育動作喜劇，成功轉化為跨越性別界限嘅現象級社會話題作。電影喺迎合現代價值觀嘅同時，亦都完整保留低周氏喜劇一貫嘅底層小人物敘事視角，用最荒誕無厘頭嘅笑聲去包裝熱血同溫情嘅人文內核。電影入面最核心嘅一句對白，清楚指出踢波唔係為咗贏，踢波係為咗踢波。呢句表面睇落去非常簡單嘅台詞，其實深刻帶出咗對純粹熱愛嘅回歸同終極反思。現代社會充斥住功利主義同極端嘅內卷競爭焦慮，大眾每日都為咗生存同業績疲於奔命，早就忘記咗做一件事嘅初衷。電影借用功夫同足球嘅創意結合，傳遞出中國傳統文化入面以柔克剛同上善若水嘅處世哲學。一班社會底層人物為咗一個看似荒謬可笑嘅夢想，傾盡全力，完全不計較最終嘅金錢利益回報。呢種純粹無私嘅熱血精神，狠狠擊中咗無數觀眾內心深處被現實壓抑嘅理想主義。電影雖然喺電腦技術層面有明顯瑕疵，但係喺情緒共鳴上就交足200份功課，成功用真誠嘅底層情感打動咗最廣泛嘅基層大眾。不過，電影喺票房數字高歌猛進嘅同時，亦都無可避免咁捲入咗極具爭議性嘅偷票房風波，
徹底暴露咗內地電影院線發行制度嘅嚴重監管漏洞。有大量憤怒嘅網民同獨立監察機構喺網上圖文並茂揭發，部分3、4線城市嘅戲院刻意利用空白戲飛或者純手工書寫戲飛嘅落後方式出售門票。呢一種違規操作嘅核心目的非常清晰，就係要蓄意瞞報真實嘅入場購票人數，將本來應該同電影投資方拆賬嘅龐大票房收入私自截流落戲院自己嘅秘密口袋入面。當戲院將門票包裝成高價餐飲套餐嘅免費贈品，或者直接將官方電腦系統拔線設置為機器故障，觀眾確實俾咗錢入場睇戲，但係國家官方票房統計系統入面就完全冇任何交易記錄。呢種針對爆款電影嘅吸血寄生行為，喺缺乏嚴格監管嘅偏遠地區院線特別猖獗。偷票房事件唔單止嚴重損害咗製作團隊嘅合法財產權益，更加令到外界對功夫女足目前高達20億嘅賬面數字產生合理質疑。根本冇人可以準確知道真實嘅票房到底已經去到咩恐怖嘅天文數字。面對戲院如此明目張膽嘅偷票房行為，一向低調嘅周星馳本人亦都罕有咁喺公開社交媒體上表達強烈不滿。佢親自喺限時動態上面打上一連串大個嘅問號，直接向呢種破壞電影行業根本規則嘅劣質操作宣戰。頂級導演親自落場強硬表態，立刻引發咗娛樂圈同財經界對於電影產業財務透明度嘅激烈討論。偷票房現象之所以多年嚟屢禁不絕，關鍵在於目前嘅院線分賬制度存在住無法調和嘅根本性利益衝突。實體戲院作為電影產業鏈嘅最末端，承擔住極度龐大嘅地租同日常營運成本，但係往往只能夠分到少於一半嘅票房利潤。當遇到好似功夫女足呢種擁有極高入座率嘅超級大片，部分面臨財政壓力嘅違規戲院就會鋌而走險，利用各種隱蔽技術手段做假賬去維持自身嘅現金流。呢次風波徹底撕破咗電影發行數據嘅繁榮假象，迫使官方、電影局等監管機構必須硬性介入，調查整個票務系統嘅安全漏洞。有台灣媒體專題報道更加具體咁指出，電影上映唔夠1個星期，折合新台幣計算，其實已經狂收超過42億。但係內地各大數據平台嘅統計數字就出現極度明顯嘅滯後同人為誤差。呢種跨地域嘅數據落差，進一步從側面證實咗票房統計系統內部存在住極大嘅灰色利益地帶。當電影嘅主要消費力高度集中喺監管薄弱嘅下沉市場嘅時候，監管機構根本冇足夠嘅龐大人力物力去逐一巡查全國每一間鄉鎮級別嘅戲院。深諳此道嘅違規院線經理非常清楚呢個系統性嘅監管盲點，佢哋會熟練地利用人手劃位同雙系統操作，將熱門場次嘅龐大收益轉移去其他免分賬嘅自製項目上面。呢種有組織有預謀嘅票房造假行為，令到電影喺大眾層面嘅真實影響力被嚴重低估。雖然官方數字顯示票房剛剛突破20億，但係業界核心人士心知肚明，如果全數計埋被地方戲院偷走嘅隱藏票房，功夫女足嘅實際吸金能力絕對比賬面上驚人得多。從行業常規嘅宏觀角度深入剖析，功夫女足嘅爆紅徹底打破咗電影圈一直以嚟對於高質量等於高票房嘅傲慢迷思。影視界長期存在一個極其荒謬嘅邏輯矛盾點，就係專業電影人花費大量時間同龐大資源去追求極致嘅鏡頭調度同深度敘事，但係往往喺戲院換嚟冇人問津嘅票房慘敗。相反，一部喺技術同劇本邏輯上被專業影評人批評到體無完膚嘅作品，只要擁有極致嘅通俗娛樂性同強大嘅網絡話題效應，就可以輕易橫掃整個市場。呢個客觀現象清楚帶出一個殘酷而且無法逆轉嘅事實，就係電影作為一門面向大眾嘅消費品，其商業價值已經完全脫離咗傳統嘅電影藝術評判標準。普羅大眾用真金白銀投票，確立咗一套以情緒價值同純粹娛樂消遣為主導嘅全新市場霸權規則。任何試圖用高深藝術標準去約束大眾口味嘅精英嘗試，喺資本同市場嘅強大力量面前，都顯得不堪一擊。呢次票房奇蹟將會深刻而且長遠咁改變未來華語電影嘅投資
資、決策同製作路向。各大電影公司嘅幕後老闆睇到《功夫女足》呢套成功方程式之後，必定會大幅度調整內部嘅編採藍圖同資源分配。未來嘅商業大片會更加傾向於計算精確嘅情緒、撩撥同話題炒作，而唔係冒險去進行高風險嘅劇本創新。投資方會將更多資金投放入去大網絡、版權嘅冇限制開發同下沉市場嘅地毯式宣傳網絡，反而會無情咁削減對於實體特效同複雜敘事嘅資源投放。呢種劣幣驅逐良幣嘅深層擔憂喺專業電影製作圈入面引起咗極大嘅集體恐慌。當電影製作變成一場純粹計算笑點密度同話題熱度嘅冰冷數據遊戲，華語電影嘅整體藝術水平無可避免會陷入長期停滯。功夫女足嘅大賣雖然短時間內拯救咗無數面臨結業邊緣嘅實體戲院，但係長遠以嚟就為整個行業嘅健康發展埋下咗一個極具破壞力嘅定時炸彈。綜合各方嘅公開說法同客觀證據，電影界目前面對住一個無法調和嘅認知撕裂。專業影評人同資深影迷堅持捍衛電影藝術嘅底線，佢哋提出嘅劇本漏洞、演員演技生硬同埋特效粗糙等批評，全部都有確鑿嘅畫面證據支持，絕非無的放矢。但係另一邊廂，高達20億嘅真金白銀票房同貓眼極高嘅觀眾評分，同樣係鐵一般無法推翻嘅事實。票房數字清楚證明咗，基層觀眾根本唔需要一套完美無瑕嘅藝術傑作，佢哋渴望嘅只係2個鐘頭徹底忘憂嘅廉價娛樂。呢兩派嘅爭論根本冇交集，因為大家用緊完全唔同嘅尺去衡量同一件產品。影評人睇重嘅係電影嘅歷史藝術價值，而普羅大眾睇重嘅係電影提供嘅即時情緒實用價值。偷票房風波雖然揭露咗行業內部嘅黑暗面，但係依然無法掩蓋大眾對於周氏喜劇嗰種近乎狂熱嘅真實渴求。回到開場提出嘅核心問題，功夫女足質素明顯不及周星馳以往嘅神作，點解票房依然可以大收？答案已經非常明確，電影大賣完全唔係因為拍攝質素有幾高，而係因為佢精準踩中咗中國電影市場轉型期嘅幾大紅利。已經確認嘅事實係，周星馳無可匹敵嘅國民級電影號召力、精準定點打擊下沉市場嘅排片策略，以及切中現代人減壓剛需嘅合家歡定位，共同築起咗電影龐大嘅票房護城河。存在爭議嘅地方在於，院線偷票房嘅行為到底蠶食咗幾多實際收益，令到真正嘅市場影響力難以精確量化。而仍然冇公開答案嘅部分，就係官方監管機構到底會唔會因為周星馳嘅高調表態而徹查票務系統漏洞，以及電影投資方最終可以攞翻幾多應得嘅分賬。呢場電影風暴完美示範咗商業操作點樣喺藝術缺陷面前依然可以憑住資本同大數據取得壓倒性嘅勝利。唔知大家對功夫女足票房奇蹟同偷票房風波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多謝大家收睇娛樂真相館，我哋下次再見。